让我们欢迎翁立友、温岚带来的电台 DJ 必播金曲。摇晃的红酒杯，醉醺像燃射鲜血，那不寻常的美，难赦免的罪，谁走心的跟随，充其量当个侍卫，脚下这件玫瑰，会尽一个冷淡安慰。可怜像军队的音乐，叫人们这么沉眠，不知名的香水。窒息的鬼魅，锋利的高跟鞋，让多少心肠破碎，翻到一半的美，捍卫你的秘密花园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赔上了一切，超支千年的泪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想用诗对隔绝世界。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美。夜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总有人陪着眼眶熬着夜。爱太美，尽管再危险，愿赔上了一切，超支千年的泪。痛太美，尽管再卑微，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。你太美，尽管再无言，我多想用诗对隔绝世界。我的王妃，我要霸占你的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下面来红红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加加做一伙，是要打算安怎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规工在忙忙。你的心，我的心，今嘛莫搁假。嘿，要讨我的爱，好打你就来，莫藏在心内，怨叹无人知，思念做风台，心情三温暖，其实我拢知。好打你就来。要讨我的爱，好打你就来，莫藏在心内，怨叹无人知，思念做风台，心情三温暖，其实我拢知。好打你就来。头前的路，不知我长偌呢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淡阮衫裤，一阵风，只是可阮的心更加坚强，成功的背桥。不知有偌多苦楚，
阮选择的路，一定坚持到成功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顾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，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运命不是你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阮的名。坚定的心伴阮向前行，请你会记着阮的名。有人出世着顾命，阮是用命在打拼，不惊失败，慢慢向前行。运命不是你注定，只要用心来打拼，一定唱出阮的名。是的，欢迎再度回到我们102年度广播金钟奖颁奖典礼的现场。接下来呢，节目接近尾声，我们最后2个奖项了，为您邀请到的颁奖人是翁立友以及金智娟，娃娃姐，欢迎2位。欢迎2位。刚才我们的表演嘉宾，金曲歌王、本土天王，另外一位是我们的今夜歌后，我们的摇滚仙子 Only You， 还有金智娟、娃娃姐，欢迎2位。嘿 ，Only You， 今天找你来颁这个奖真的是实至名归啊！今天找你来更是实至名归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娃娃姐有一首歌，就在今夜，我要悄悄地去，我要得金钟奖。OK， 可以了，大就在家已经期盼很久了。这个奖跟它独一无二呢，就是 Only You， 所以我们2个赶快来揭晓最紧张的一刻。让我们看这个入围的影片有。流行音乐节目奖入围的有音乐543台湾全民广播电台股份有限公司，音乐543，马世芳制作主持。音乐地球村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，欢迎收听音乐地球村。音乐岁月说音乐的人，复兴广播电台，请听说音乐的人。今晚无限音乐城竹科广播股份有限公司，您的无限音乐城，丰富您的音乐人生。听见原声带，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台。好声音，欢迎收听《听见原声带》。紧张的一刻。哇哦！虽然平常我都唱歌啊，我对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的声音我也有研究。好久不见的李济准李老师，声足给哈。哦，得奖的是音乐地球村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。恭喜！音乐地球村定位为专业的音乐知识节目，富创意，充满地球一家的意涵，符合节目推广世界音乐的目的，提供南台湾的听众一个充满世界公民观的知识性音乐节目。好紧张。我要谢谢教育电台给我这个机会，可以主持这样的节目。然后我要谢谢复兴电台，在7年前让我在空中有第一个广播节目。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，那我要谢谢复兴电台的嘉如，嘉如你在吗？谢谢你把我推荐给复兴电台，谢谢。然后呢，我最后要感谢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的李远先生，因为是他在这一路上给我很多的指导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恭喜，恭喜音乐地球村！哇
哇哦！马上我们就要来看看入围今年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的影片。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奖入围的有小 Q 罗芳翰，音乐地球村，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。欢迎收听音乐地球村。土豆人王玉仁，台湾咸酸甜，国立教育广播电台。土豆人阿仁啊，欢迎收听咱台湾咸酸甜的节目。各大歌阿国秀如，中国老歌听，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。中国老歌听。宋明无限音乐城，竹科广播股份有限公司。音乐城，丰富您的音乐人生。袁永新，音乐岁月，说音乐的人，复兴广播电台。说音乐的人。紧张的一刻，得奖的是袁永新，音乐岁月，说音乐的人。哇哦！条理分明，口齿清晰，取材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，显见相当用心。哎呦，哎，放在台中央。在人生最胖的阶段来领奖，我真的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我好朋友徐峥问我说：“你有没有穿帅帅？”我说：“我穿厚厚的。”啊，很多人要感谢我，我觉得我现在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因为我没有期待今天会得这个奖。我脸书上再回给大家好了，因为脸书上有好多好朋友，从拉迪赛到拉到一坨赛，然后现在就认识更多朋友，而且我发现今天很多得奖的朋友是我脸书上的朋友，我真的说不出话来。然后我也要讲一件事情，我真的很爱马世芳的音乐543节目，谢谢。恭喜！恭喜！是的，恭喜我们永新哥。也谢谢两位颁奖人 Only 有以及金志娟娃娃姐，谢谢两位。好的，那么我想今天的晚会，在这边要画下一个句点了，完美的句点。我想不管有没有得奖，其实各位都是成功的，都是被肯定的。是的，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广播人辛苦的付出以及耕耘，让我们广播界这么的充实而且充满魅力。我们广播金钟奖明年见，拜拜。拜拜，谢谢大家，祝各位晚安，谢谢。当然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崔小平老师，还有我们的余光先生，全程参与我们的活动。谢谢所有的贵宾朋友，谢谢所有可爱的、热情的广播人，祝福你们新的一年能够更顺利，明年再见。